是创啥啦？食物件哦。外口风出头的，我咧模仿迄个风啊。哦，你毋知影，就是今仔日风出头的，所以头家的面臭臭。什么意思？你这是个什么唱歌呀？哎，你唱一个来，你唱一个。今仔日风尽头。河边的面臭臭啊，原来是你的面臭臭，不是头家哦。想到爱上班的面足臭的啊！不是大家放假转来，人生就是无想要上班啊，是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希望风台进来，风台进来，毋通安尼想啦。对啊，因为若风台来就是迄做农的啊，是做啥物的，因就是损害真重。对啊，虽然讲会当补水，但是拜托落雨就好，毋通造成伤大的灾情啦。嘿啦，落咧水库就好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要出门啊，是讲出去佚佗的人，千万得爱注意。对啊，厝里嘛是加减爱放一寡方便食的物件。才袂讲就是风台准备，风台的准备着，才袂讲就是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无法度走出去是啥物，啊，就摇巴肚安尼。摇巴肚，嘿啦，泡面准备好啊。爱有卵，可以买卵，煮泡面一定爱有卵。啊，万不停电要怎？阮家属啊，家属也免食电啊，卵会害去啊。我刚想到煮的问题，无想到保存的问题。对咩？先卖冰啊，会热死吼。停电我会先死去啊！呸呸呸！我白讲，停电我会先热死安尼。真诶，有够热诶。对啊，而且你也知影，我也袂堪钱，无啥物运动，我就开始批酱。对，你批咧酱啦。多谢你哦。好啦，听众朋友大家来细字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第一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消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今日还有朋友写批来呢。还有朋友哦。对啊，咱顶礼拜欠3张，结果这礼拜还有新的，所以我决定要甲上新的、上青的放伫头前。哦，好啊，啊无你先开始哈。上青的想讲要放头前就安尼。上青的我可能还袂读过详细呢，但会可能 NG 哦。不要紧啊，大家上介意听的就是 NG。台湾朋友最近若听讲咱 NG 变就少的，因毋知有啥物感觉。因想讲可能只两个主持人换人啊，无啥正常。好，刷落来先来念咱上青的这张高雄的油啊下来批。讲到风台，前几日是旧历6月初3。会记得阮阿公在生的时，捌讲过即天若是单雷公，一雷压高胎。虽然讲网络查到是讲6月初1，但是前2年的6月初3拢有单雷公，真正就拢无风台。昨暗我有看到四呐，但是无听到单雷，所以今年凡是风台就会来呀。我想要分享风台天饮水的经验。会记得细汉的时，阮兜捌饮水，因为阮迄阵是住伫家厝啊。饮水无底味，敢若会使甲重要的物件搬去面床顶，也是桌仔顶。迄时我也是一个囡仔，毋知影爱烦恼，拄开始伫厝里撩水，佮感觉足心塞。毋过水愈饮愈悬，饮过马桶了后，我才发现代志不妙，无所在通上便所的刷。阮撩的水内底，凡是阁有别人的屎还是尿。尾啊！阮阿爸带阮去附近一位住透天的朋友兜，才有法度好好啊休困。阁有一摆是我读高中的时，休热嘛，阁爱去学校上课。迄天上到一半，雨落足大的，老师就互阮放学。我是骑脚踏车去的，我的菜篮内底逐工拢有炸一领雨满，所以我就想讲免紧张啦，看看来就好。结果行到车边，发现我的雨满去互偷摕去。我无想要压雨，就敲公用电话去阿母的公司，请伊下班来甲我载。一开始也有几人的同学做伙等，尾也剩我一个。本地有一位同学的阿爸赛车，讲会使顺续甲我载。毋过迄阵也未有手机啊，无法度联络已经出发的阿母。我惊阿母来会找无我，所以我就甲伊应讲毋免啦。无疑误，雨是愈落愈大。我伫电话卡看水一直涨悬。因差不多3坎悬，我等无阿母，煞看到老师撩水过来。伊讲阿母打电话予伊，因为附近的地下道淹水，无法度过来。老师伫遐陪我等。后来是阿母参阿兄撩水来学校，然后阮三个做伙撩水转去，行要1点钟才到厝。今嘛想起来，
我实在袂晓变巧。我若是冲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领轻便号码，应该就卖不规下晡，佮麻烦遮济人啊。另外我嘛有冷气的代志想要分享哦。即摆学校内底是逐班拢有冷气，毋过阮老师的办公室是无冷气。逐摆上课了，转去办公室，就热甲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内衫内裤拢黏伫身上。然后搁入去有冷气的教室，安尼是黏咪寒、黏咪热，真正是真可见阮的身体有勇行无。前几工学校咧做工程，柴油味有够重，有同事想要关窗仔，也毋过关起来佫足热的。阮全伫咧考虑讲，到底是要窗仔开咧互伊臭，还是关窗仔互翕死才好？尾啊，阮是选择互伊臭。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度过每一个热天。我是高雄的优啊，多谢大家。哈，优啊因老母做好的呢，哦对啊，会过来甲伊载呢。迄阮老母黑白妈妈讲，你家己想办法转来吼。哈，真谢哦。对啊，阮自细汉，即摆囡仔恁爸无讲有，阮自细汉过校毋知几年就开始用行的呢。我是1年啊开始啊。对啊，阮1年开始就用行的。哦，毋过我有规条巷仔拢有迄囡仔做伙去。对啊，阮嘛是啊。哦是哦。对啊，因为阮拢住做伙啊，所以有足侪即辈兄弟呢。迄是恁兜做伙行，做伙去。恁兜我毋是，阮拢是厝边呢，拢是甲厝边做伙行，啊无是行伫路里看到迄排迄册包的，嘿，排迄书包的，书包。册牌啊啦，你有读书无？就是回哩，就是排迄行同学。啊，即阵因为阮兜就是阮国校的边仔是一个高职，阮拢看迄边仔有迄姐姐，阮讲姐姐，我甲你做伙行好无？呵呵，自细汉就甲水姑娘啊做伙行，听起来怪怪的呢，敢毋咱较正常咧。做正常的好无？我惊讲我一个人行落会拄着危险啊，所以你看我找一个姐姐陪我做伙行。啊，你甲伊问话就是讲这我甲你做伙行好无？你安尼水姑娘啊，听起来就怪怪的。无啦，我是即摆才家己加一个形容词叫水姑娘啊。我袂惊伊讲，水姑娘啊，要跟我做伙行无？安尼太变态。你若看有一个国校2-3年的，伫遐甲你讲，水姑娘要跟我做伙行无？这听起来不离变态哦。是某一个放假的弟弟哦。小姐。对咩？我就想讲你的声呢，有当时啊，甲伊要成。无啦，你莫讲，是自细汉就是即种型。可能就是因为我自细汉做爱模仿的，听到没有？我甲你讲哦，真正是袂当学别人，就是无学别人讲话，还是创啥？无你到时阵调咧。你的声啊，是讲你的形体的调伫遐，要改是作恶的。我甲你讲，所以你自细汉就真爱模仿迄个。无啊，我无讲啊，我无讲啊。你莫你讲误会好无？我啦，敢若看拖伤啊，看倒来，讲着迄号码去用偷客的代志。啊，那你有经验哦？对啊，我以前号码直无去的，直放无去。是哦。啊，号码放无去，敢是有人咧甲你按乱哈？雨伞放无去，脚踏车嘛放无去。你来人放无去哈？我老母嘛咧讲诶，我就知。我讲我国中的时期有够厉害，放见3台脚踏车呢。哦，啊，无足骄傲诶吼。我第一台是迄哇！国中时阵，买一台新诶银色诶，我拢叫伊银色诶跑车。结果骑无1个月还是2个月，毋知去倒啊，就叉车。我阁想讲，如果要去坐火车，所以我想讲驾车，开钱驾车。结果我就讲，我单啊去用家己别台车面顶，我规台车去用偷牵去。哈是哦，对啊，啥物人呢做即款代志？对啊，重点是迄个雇车诶迄个人。好，你加在，因为我就是有驾车着，所以我车无去了，伊就搁陪我，要陪我钱。但是阮老母就袂爽，伊就话搁买共款诶互我，伊会去买一台较拗过诶。结果你讲拗过诶嘛无效，放伫阮兜门骹口，过无偌久，伊台色水搁足奇怪，伊是一个青青诶色，也是迄种迄种色。这刚才讲，有白煮啊，对，有白煮的迄个青色。我想讲，迄个色水就是遐奇怪着，就是应该袂去用头壳去。结果你讲我可能阮兜门骹口，有一工透早困起来，然后收铁尾佫无去，病去呢，遐么起笑呢，是讲奇怪。大家哪有遐爱坏铁尾？结果尾啊，阮老母就袂买啊，伊就甲阮隔壁有人讲伊有铁尾卖，啊，就阮就甲伊小啊，就甲收过来。啊，迄台都无人要看，因为你知啥喏？因为伊无变速，无人要爱。哦，所以大家紧啦，有变速功能。对，而且我咧讲哦，我后尾哦，我伫迄阮兜后壁遐，就是伫迄
迄个所在，有嘿，看到迄台脚踏车，原来凶手是因啊，因红带路边，我看伊嘛做爱惜迄台 T 马，想讲说出去啦，送伊啊，为伫已经去遐久啊，甲因可能嘛有感情。你人嘛真好的，啊，无变安怎，啊，无变安怎，重点嘛是爱宣导者，就是讲像迄咱拄则这油啊，你就是真正是号码放无去，就是去买一领就好啊。对啊对啊，迄那是俗俗的迄，便利商店嘛有卖迄雨伞啊，嗯，迄69块卖了，你个买百几箍的。我你讲，你这总比你伫遐压箍有无？结果人去寒着、家己感的身着，体健康上要紧啊，对，你若感着，还是讲你为着讲惊这里头你绊倒还是创啥？安尼拢是假的啦，拢是假的啦。啊有压无？哦，有够寒的啦，我无爱插你啊。安尼你纪念第几张片啊？好啦，第二张批，是桃园的阿朱写来。黑白边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朱。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热天上讨厌的代志，因为我已经退休一阵啊，即马就是踮厝倒款厝内，替大家准备三顿。我个人是真爱煮食，所以真欢喜替大家服务。毋过热天开始，天气实在有够热，逐工伫灶骹煮食，煮物件的烧气加上灶骹空间较矮，定定是煮甲规身躯寒。阮厝内人看到我拢掠做我去洗身躯咧。毋过看到大家甲我煮的菜食完，就感觉就算煮甲大粒寒、细粒寒嘛有价值啦。我阁想起一件代志，前几工我咧款厝内去抄到一项物件，会记得是伫市场买的。即个物件生做 U 字形，会当挂伫颔棍顶头倒两个细型的电风。我伫市场看到的时阵，就想讲，哇，只要有即个物件，我煮食就会当较凉快。所以我就甲要转去厝，想袂到，真正是想袂到。物件看起来是真好用，毋过事实上风力有够细，比我用手的风搁较细，而且吹一下就无电。我一项菜都还袂炒好，就无电啊！所以我赶快是热甲要起痟，加上迄个声音有够吵，互我嫌甲无一块好。即马想起来，真正是家己等伫水底。前几工整理厝内看到，佮想起来有够受气。苦劝大家啊，买物件进前爱先做一寡功课，毋通黑白买。害我去互阮囝直直念，讲我无彩钱，有够无奈。我的热天讨厌台就分享到这，感谢大家。这物件我嘛有买呢。你知影是啥物？你可以叫，伫我的拖遐无？我迄工换位你款物件，就看讲我蛋掉，气死呢！所以真正是就无效啊，真正无效啊！而且我你讲哦，长头毛的人，你甲头毛拔起来，啊，夹入去，哎呦，恐怖！短头毛的人咧烦恼讲会去夹入去，嘿哦，啊，敢会足菜。做啥啊？你就伫你的耳我迄个更较厉害，我迄个足穿的，你知啥？就穿是啥物意思？足穿的就是你去看诶，对我拍啦，你无看过哦？啊，我看过迄个电影，对我你知影讲足穿的是啥物意思哦？知影的人老话，知影的人老话啊。伊迄内面顶我迄电风阁有电火，有电火，对啊，有迄红的啊、青的啊、白色的。就是你半暝啊，你吹电风，就行过，别人会看到啊。哦，会当 keep in 大家。是话你讲有迄电火无啥物效，因为迄本来电池就细喎，吹电风可能吹无半年伊就无电啊。重点是你甲电火吹落时阵，伊的电风会愈紧无电。那你真哎，所以我本想讲就是会当吹10分钟，伊之前是讲会当吹半点钟，但是因为我之前想讲，哎哟，迄电火足歹呢，我要甲吹落，结果吹落了吹无10分钟。来一直充电，而且因为伊无电，伊毋是完全袂行，伊就是安尼就变足细，但是伊个会叮当，对，风愈来愈细安尼。对，而且迄就是我做烦恼，我会去夹着头毛诶，有一摆捌夹过，所以我会惊。啊，你就是想讲囥较远，但是你囥较远诶时阵囥伫遮有无？你会佫吹无啊？对，我感觉讲，买这创啊加使，真正是足疗效诶呢。无彩钱，好你加在迄无偌济钱啊，一200箍。哦，听讲有较贵诶。哦，即满有迄足贵诶，日本有迄，就是伊内底有伊讲有倒一个晶片，啊讲伊吹出来风就是凉诶，就是若像你派一个细台诶冷气伫你卡只片安尼。哦，对啊，而且伊迄是无叶仔诶，
嘿，伊迄就是无叶仔，就是直接内底有一个缝，伊是内底有一个莫达，所以迄无叶仔。伊讲迄种就是你袂去夹着他摸。咱即摆来变做叶配的行为。还有没有你脑这物？还有没有你脑这物件无想要爱，当寄来互我。我甲你试看觅，我试用看觅。这小应该较悬哦。对啊，我看到拢几啊千呢。夭寿哦。对啊，而且听讲即摆是工业界嘛，有一种就是叫做啥物。好啊，我感觉讲伤济啊，真正要做业配啊。阮无收业配啊，若是想要拍广告的人，毋通写尾来哦。阮只是分享讲即摆热天有诶人，你创啥？或者就是吼，若要买物件进前吼，爱考虑者，真诶，毋通去用扣这地凶水。我刚想讲，迄个字面地凶水啦吼。好，安尼过来，咱就来刷来念第三张批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中的阿辉。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热天足讨厌的经验，希望大家这世人拢袂有同款的经验，因为真正是足痛苦的。前年有一天，我上班的时阵，伫咧公司门骹口无细钱跋倒，原本叫是讲无啥代志，下班倒去厝打药膏就会使，结果咧是愈来愈痛，真正痛到袂堪治。落尾，阮老母就强迫我去看医生，看医生了后才知影讲，脚的骨头竟然闭起。现场就使用石膏框起来。医生甲我讲，我搁少年，应该是经过6礼拜就会好啊。谁知影这6礼拜是我人生当中拄过上痛苦的热天，因为控石膏的关系，皮肤是足大的，而且石膏挖进皮肤的所在有够重，关节活动的时阵会去碰到皮肤，袂输若像是咧愈皮共款。外面的这个好解决。自卫生纸也是自布仔就会使，但是内底皮肤上甲抓袂到的所在，就足艰苦的。而且，若是无细字流汗流入去，也是讲洗身躯去滴着水，内底就真正若像有100只狗血伫咧白，有够无爽快啦！原本想讲我摕滴会使安尼悠悠长长伸入去绕上，结果上上的所在，就是伫咧迄关节凹翘的迄位。无论用啥物角度，就连迄滴拢互我用甲长去，嘛拢绕袂着，真正是有够痛苦。一直到石膏拆掉以后，这个痛苦才结束。但是我的皮肤嘛过真久才好，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拢袂去感受到这份痛苦。这就是我热天上讨厌的经验。多谢大家。哇，这个阿辉。就可怜嘞，对啊，伊毋知用啥物滴来绕吼，伊若是用迄擦滴啊，到时阵迄去互迄擦滴擦着。哦，你可能去穿着呢，对啊，穿着啊，你有有点啥？滴，对，我就是要讲这，哦哟，手叫穿着，啊，伊若安尼伸入去，伊毋知卡在倒位吼，伊若是卡安尼伸入去，结果擦着，啊，结果掉伫内底，嘿啊，搁较严重，对啊，安尼愈艰苦呢。应该是用塑胶滴啦。塑胶的吼，还是用一寡迄，用铁的、白铁的，放入去有冰冰个凉凉，对啊。哎呦，听起来袂歹。但是白铁的拢较粗呢，我较介意用一种就是黑色的，那日本的迄种的头前尖尖。你过来也配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是甲你讲我介意啥物啊？我平时你互我迄支嘛袂歹啊，我头前幼幼尖尖啊，较好个啊。对，我嘛感觉尖尖的较好。我就无啥会晓夹滴，像迄韩国迄种扁扁的迄。哦，迄我嘛无法度。而且我的手有，我咧用着敢若迄手有障碍啊，手有障碍。毋知韩国人是安怎对，伊最厉害。我看迄电视啊，韩国人伊那食面丸咧，食面足紧诶。我之前捌试过一摆，就是用迄种滴来食面，结果我咧讲，硬袂起来，硬袂起来，阵拄煞可能厝内底个会走出来。啊，你敢是硬诶问题？你真是讲我人诶问题啊！喙破空，对啊，可能是我喙破空，我可能食物件食物件拢会落出来，嘛毋知是安怎。会检讨啦。对啊，而且我感觉我听安尼讲，我感觉讲迄骹足上诶。之前有人毋是拢讲诶，就是迄叫啥物褥疮哦，就是你倒咧无叮当，这台语叫啥哈？这讲人知影台语叫啥？就是你倒咧无叮当，我身躯诶迄发红是无？敢是叫发红？无清楚。对，无要紧，但是没有你若知影讲褥疮的台语，要来讲你等下讲。我嘛会提问，放去迄新书的迄讨论，希望会当得到一个答案。对，好啦，得到答案进前，咱来念第4张批。你的答案有够悬的，厉害哦！第4张批是大安的 Jack 下来，你连 Jack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安的 Jack。今年的天气就早就足热的，这4月中就一定互人热到挡袂牢。实在毋知今年会热到什么款。到7月底，我阁还未互日头拍变干，实在是热命。热人上互我讨厌的就是坐车的时阵，若拄当是上下班的高峰，人当坐时上讨厌。大家小下小客，会去挥着青粉人淡淡黏黏的手骨，也是寒。这种感觉实在就难咬的，敢若想着就无爽快。若是坐温公车的冷气放无够寒，空气循环歹，迄阵车内气味真正是会互人毋甘鼻。可能有阿姨的芳水味，球拍煞斗阵坐车学生囡仔的臭汗酸味。若搁较害会闻着毋知啥来又够咸，淋着食物的芳，遮坐几站仔就要落车的我，就险要晕车。即阵搁想起来，也是足想要吐的。台湾的热人又搁湿又搁热，古早人讲石天是奥郁热，真正一点仔都无错。若搁继续安尼热烫烫，坐车闻着各种味淋淋做伙，真正互人就郁住的啦。多谢大家。我想起学生时啊，坐公车真正有够痛苦的呢。我无法度坐公车，我坐公车就起呢，闻到迄，对，我闻到迄柴油、迄汽油的味，袂晕车。啊，是边仔人佫有味，我真正会伫遐掠吐啊！真正，而且迄学生囡仔运动了，迄个味真正是。听朋友啊，恁若有迄少年朋友的，恁就是爱记拍球拍煞了，爱记甲是寒切切的哈。对啦，上好是换一领衫啦。对啊，换一领衫裤还是创衫，安尼家己嘛较爽快啊。对啊，我较袂讲就是皮肤着湿疹啊，还是讲就是寒疹啊，即寡物件。嘛莫就是炸这物件去车顶甲人分享啦。迄若是拄着像我这较浅白等下就而且你讲哈。我之前捌伫坐公车的时阵，我就小可头壳晕去，但是我看到边仔人咧吐，我嘛对咧吐啊是哦，所以边仔吐你就吐。对，我若是闻到迄个味，我就会对咧吐。啊，你敢有用茶仔擤咧？有啊，你会准备茶仔？我身躯拢有炸一个茶啊。我平常时身躯就会炸迄塑胶茶啊，譬如讲买物件时爱缀。但是我会就是我的册包啊，就是规个加炸一两个。有当时想要吐就直接起来用。要死！你就知影我接吐，听起来无啥好。希望你即世人莫看到啦吼。好，过来要甲听众朋友讲，已经有网友哦，已经写一两句仔来甲阮讲，伊细汉时阵听的歌，咱后个月主题你会记了啊？有，我想起来啊。咱后个月主题，结果我来讲，我刚看到第一条，然后袂晓唱。系啊，这边喏，还是咱甲即个范围用较快，就是细汉听过的歌，还是讲听过一寡，就是。迄种就是囡仔咧念的啊，点啊加念着卡叫阿爸买伫卡即种的嘛，即种嘛甲加落啊，会使啊，会使啊。安尼就是若是真无朋友无写配来，我阁有一两项会当讲。对啊，咱细汉嘛听过足侪囡仔歌，对啊。养英用养用，迄就无度讲伊迄华语。代表你若有听过什么台语的，还是讲就是譬如讲你阿公阿嬷什么是日本的，因为。有诶，阿公阿嬷是日本的啊，因会教一寡日语歌，对，日语歌。我自细汉就晓唱。我有听过，因为这我后个要唱的，所以这是后个主题，咱才袂来先唱，所以我今日小可甲伊喊一个过去就好。用手机个代做不，你想要讲啥？用手机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你看我紧张，甲我拢讲袂清楚。免紧张啦，要收尾啊！这礼拜红台要来啊！毋是要收尾，毋是要收尾，等下是后礼拜，咱就要考台语认证啊啦！我今年无报名，莫个讲啊！线顶听众朋友啊，要考试的迄阵呢，恁搞较认真的哈，鸟节啊，就是讲你啊，鸟节啊，大家加油！今年考试较注意的哈，较认真的哈，阮等你成功倒转来啊，甲你放炮啊，伫咧即个面顶甲你拍扑啊！所有就是要准备考试的人，虽然讲就是考试是真重要，但是你嘛是爱注意讲，就是爱加啉茶啊，而且温度伤悬啊，莫家己伤逼或家己伤侪压力。嘿啦，有当时会有反效果啦。对啦，心情放互轻松。对啦，嘛袂当讲就是一直上到考试迄天，安尼两个人懵懵去考试，嘛是爱加减准备啦。对啦，好啦，
差不多就是安尼啦。希望你会当早祝福，安尼轻松啊去考试。好，啊，等恁成功倒转来，放榜阁是几啊个月以后的代志。等恁的好消息啦吼。对啊，好，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批信，做回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讲话还困哦，敢对我讲话？你免开场哦。啊是，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你都是用黑白本，我是阿朱，我想要讨，毋是，讨钱哦，我想无钱啊，要想袂到，真正是想袂到。想袂到吧？哦，想袂到是啥？是偌济到？你想到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安的 Jack。今年天气就这样就热，听讲最近拢无 NG， 网友就思念的，是哦。所以咱个偷偷搁伫后壁囥一寡 NG，好啊，好但是我啊，嘛毋知要讲啥。我嘛唔知影。NG，你安尼敢袂当？我嘛毋知影伊想要听倒一种。好啦，NG 来啊！咱会去用倒数无？就是讲咱后壁黑白讲。好啊，差不多会当马卡巴卡，哈，马卡巴卡，这嘛是什么意思啦？吼马卡，巴卡，阿卡瓦卡，米卡马卡姆。听众朋友啊，我就想要下班呢。下班就是马卡巴卡，是哦，耶，马嘎巴嘎，你是搞美巴卡。你莫当作肯定 NG 无人听，这段我要老咧，这段我要老咧。